朋友还来不来了？这都过了点儿了。来，一定会来的啊！我看他那个穷样，也没什么朋友。把他的衣服扒光，人接上去！不啊！你救你啊！叔叔，哟，这个人敢来救你啊？宋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，你的朋友，他搞我老婆，被我捉奸在床。他愿意拿5万块私了。很传统啊，仙人跳啊！我他妈管什么仙不仙人跳的，你们只要拿钱走人，要不然我就报警。行，那你报警吧，我们走。上，去！你呀，换衣服去吧，啊！廖老师，谢谢。大家同事一场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啊，对了，宋老师，今天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学校，因为我还在停课，万一被校方知道了不太好。好。哦，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廖老师，今天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来救我。你说我在学校经常诋毁你，可是你在工作上面意见不一致很正常。我们是同事，也就是朋友。谢谢廖老师。好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暂时代理你们班的班主任。我希望，在我教你们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们得给我争气一点，对待学习要一丝不苟，兢兢业业。如果谁要是敢以身试法，就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。现在开始上课。大陆，你们班最近情况怎么样？不大好。怎么了？妈，我觉得我们廖老师他特别好，可是就有人跟他过不去，到学校去翻他的档案，发现他的教师资格证过期了，就告到学校去，而且还停了他的课。妈，你说廖老师会不会被开除呀？按常理说，没有教师资格证是不允许教书的。但你们班这廖老师的成绩有目共睹呀。就是啊，可是就有人跟他过不去，揪着这事不放。妈，你有没有办法帮帮廖老师吧？5分钟，坚持住。这就是你们班昨天交上来的化学作业，全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对，你们就是一群败类、垃圾，就是一群只知道吃饭睡觉的猪。所有的人都给我站起来！今天所有的课都给我站着听！难道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到吗？都给我站起来！卓老师，我们才读高2，你让我们做高考的题，我们怎么做？我们怎么做？就是你有神经病！谁说的我有病？谁说的？我说的，怎么了？你给我站到教室后面去！同学们，我受够，根本就不是过来教我们的，他是来报复我们的。不管你们怎么想，反正我是不吃这一套，愿意的今天跟我一起罢课。看谁敢！谁敢！除了这个门的，谁也休想毕业！高2班又出问题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所有学生现在开始罢课，要求把那个卓老师赶走。你马上通知所有的校董，我要提前召开校董会。好。
各位校董，这是我们因为高二班在今年召开的第2次校董会。最近呢，有人检举高二班的班主任廖学兵老师教师资格证在1年前没有经过考核。按常理来说，廖老师是没有资格教书的。但是，廖老师自从进了郁金香高中以后，他的任教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高二班的学生真的进步很大，所以我恳请各位校董能再次斟酌廖老师的去留问题。对，校长说的非常正确，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呢，教师资格证它是一个硬性的规定，除了我们学校，教育局都把它视作为一个基本要求。就是，基本条件都达不到，还教什么书呢？我想说2句。廖老师的问题上呢，我们也曾经犹豫过，但就目前来看，廖老师所带的班级的确呢，他这个成绩是有很大的提高。那我想呢，我们在评价老师这个标准，除了像资质啊、成绩之外，是不是也能有其他的一个标准还有考量？会长，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资质问题不光是郁金香的规定，即使我们同意了，相关管理部门也说不过去呀。我不是说要开这个先例，如果呢大家对于廖老师的职业水平没有什么异议，只是这个资质存在问题的话，那我想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破个例，让廖老师呢参加这次的考试？如果在考试过程当中他顺利通过，并且呢取得了教师资格，我们大家继续来接纳廖老师，你们看怎么样？万一要是通不过呢？通不过的话，那当然按照规定辞退。好。不过呢，按照惯例，老师考教师资格证，除了正式的笔试之外，还需要有一堂公开课，需要教育局出面，需要学校教学组出面，需要家长派一名代表，共同打分。可是我提醒大家，现在距离考试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来办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怕时间上不够啊。邱主任，那对于人才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不拘一格呢？那倒是当然了，不过我害怕的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口子一开，日后的隐患怎么办？我看这样吧，还是交给校董会来决定。我们同意会长的意见，廖老师呢先暂时休假，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议吧。各位校董，高2班的学生实在太不像话了，已经罢课逃学，我看如果不做处理，这不太好啊。这个问题我比较了解，因为我女儿就在这个班上。周老师稍安勿躁。校长，各位校董，我们大家是不是也来听一听学生们的说法？各位校董，各位老师，我们的罢课是有原因的。卓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，他几乎是想尽办法百般的折磨我们，几乎对全班所有同学都做过体罚。这是我同班卓老师对我们做的体罚，你们简直就不可理喻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把你们教好。卓老师，学生们说的都是事实吗？校长，我多次强调，对待这样的学生就应该采用这种方式，严师才能出高徒。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。那就这样吧，高2班的班主任暂时由我代理。同学们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，将由我暂时代替高2班的班主任。大家不会不欢迎我吧？那廖老师呢？你们的廖老师呢，已经停薪休假了。近期他将接受教师资格证的考试，如果考试顺利的话，他将继续回来成为你们的班主任。赶紧的，该谁的了？你，赶紧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来这儿是陪我复习的，还是干嘛的呀？
能不能安静点儿？哎呀，廖老师，你学不进去就学不进去嘛，怪我们干什么？就算我们不在呀，你一样学不进去。就廖老师有我们在，你才有斗志，对吧？哎，我说周安，你能不能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儿啊？哎，老师，你那 PSP 在哪？没有 PSP。廖老师，这我刚做的，尝尝。真棒！哎，我说哥几个呀，我的。廖老师，你要喜欢吃，我再给你做一份。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悲哀。老板呢？苏老师，教育学和心理学我都考过，他们帮不上你，我可以。我是绕口。你们。廖老师，老师好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感谢同学们这几天对我的陪伴，我是真心希望能够顺利通过考试，和大家走在一起。虽然没有什么希望。廖老师，你放心吧，考试的事儿我们都帮你搞定了。高科技拿出来看看。这是胡特同学的新成本，这个是考试作弊药水，这是他配套的隐形眼镜，用这个药水写出来的答案，只有佩戴这个眼镜才可以看出来。还有这个是无线接收耳机，你们看这个表，其实它不是一个表，是一个扫描仪。考试的时候只需要用这个表把题目扫描出来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，然后通过这个耳机把答案告诉你。胡特同学还在家继续研究他的新产品，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会有新的成果。好，谢谢。其实这次呢，老师想自己考，老师天天都在告诉你要努力。如果我自己做不到，那我要怎么面对你们呢？廖老师，我们就是担心你，怕你考不过。就是啊，你就别逞强了。这不是逞强，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告诉你们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肯用心、肯努力，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。既然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我就要做好榜样。
当年搁在朱雀街的时候，那是扬名立万，我一出门没人都肯叫，知道吗？兵哥听说过吧？就是开业来的那个。我们4个人走在大街上，我有个小，哎，老板，来吧。这个活都干得怎么样了？那几辆车都修了吗？都差不多了，你们歇会儿喘口气儿。歇什么歇呀？赶紧开工干活，麻利儿的。钟老板，你说就是包身长工也得找机会喘口气儿，再喝口水什么的。哎，你跟我凭什么呀？你干不干？得，干活去，乐什么你？没见过地主国发飙啊！叶小白，你回来，你说谁是地主国？我跟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哎，你早点回来啊！你别忘了编书晚上还有事儿呢。喂，小白，晚上有空吗？出来庆祝一下，喝一杯。好吧。冰雨啊，晚上想吃什么呀？哎，叶老师，野玉湖，过来。这天陪老师复习太辛苦了，老师请你们吃个饭呀。啊，今天就算了吧，我们还有事儿啊，走。干什么？今天当然是为了庆祝你通过考试的日子呀！这个考过没考过还不知道呢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们今天只是庆祝你考完了，具体考没考过，那是之后的事儿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也对嘛，是吧？来，快走！